日清出前一丁試食淘汰賽嚟到第30集啦，今集全部都係重辣同創新口味，一樣會用淘汰賽6款分3個回合鬥味道，最後會有2款可以晉級去到第40集嘅總決賽。第一回合輪到柚子胡椒豬骨湯味對番茄雞蛋牛肉味，柚子胡椒豬骨湯味柚子味香直落，好清新，胡椒味增加咗層次感，飲落去唔膩，平衡得好好。番茄雞蛋牛肉味就似羅宋湯加牛肉，好有家常 feel，但係雞蛋就少咗啲。呢回合我會揀柚子胡椒豬骨湯味勝出，因為味道舒服又有層次。第2回合係椒麻麻油味對泰式青咖喱味，椒麻麻油味一聞好有麻油同芝麻香，之後花椒麻慢慢出嚟，辣感都幾明顯。泰式青咖喱味就係香茅落辣加椰香嗰種青咖喱香，微辣大少少酸，非常惹味。呢個回合我會揀泰式青咖喱味勝出，因為好有記憶點。第3回合係激辛豬骨濃湯味對激辣火山味，激辛豬骨濃湯味又辣又濃，第一啖已經感覺到條脷麻，激辣火山味就更加直接，幾乎係純辣攻擊，辣到頭皮都會覺得熱。2款都係辣味出前一丁，如果要留一款，我會揀激辛豬骨濃湯味，因為除咗辣之外，仲食到豬骨湯嘅香味。3回合嘅勝出者分別係柚子胡椒豬骨湯味、泰式青咖喱味同激辛豬骨湯味，要揀2款晉級，我會先揀柚子胡椒豬骨湯味，味道清新有層次。第2個名額我會揀泰式青咖喱味，因為泰式青咖喱味非常之惹味。咁第3集出線可以去到第4集總決賽嘅就係柚子胡椒豬骨湯味同泰式青咖喱味。到而家集8款裏面已經淘汰咗12款，有6款成功晉級到總決賽，下一集就會喺呢6款之中再試食揀出最後嘅冠亞季軍，記得唔好錯過啦。